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。大家一个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焦挂先。咱今仔日要小解这句是定定的，互人误会是热天的处暑。处暑汉字写作处暑，罗马字写作此有处，此有暑，处第三条，暑第二条。这季行到处暑，就算是秋天啊。不过这时的天气要是定定的热甲冻袂调，咱就会讲这是秋后热。古早人讲处暑拍死鸟鼠，就是形容这时雨水较少，空气较干燥。这段时间人定会伤热伤干，身体欠水分，产生无舒适的症头。中医就把这叫做秋燥。处暑的来啊，真把水，当好食，夹一喙，迄甜甜的汁就随走出来。哦，定扫、化痰、清热、解毒，有效。这个季节鱼啊真侪款，家人的渔船啊，拢会伫暗时出海钓小竿啊。迄海面吼，渔船啊满满是，逐只船啊点电火。要甲小竿啊乘过来的画面，真正有水。若是用农历去看，7月时拄着处暑，这时真够风台，所以古早人讲6月久，7月风台舞，嘛讲6月风台，7月水灾，大家爱随时注意气象变化哦。六处暑，秋后热，秋燥，把水，小竿仔，处暑拍死鸟鼠，6月久，7月风台舞，6月风台，7月水灾。处暑伫秋天，要是小风风、热翕翕。所以无代志就加啉茶。今仔日的逐讲一句就讲到这，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，咱后摆再会。